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初10。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哈巴谷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有利益。咱伫圣经内底看到咧讲到什么是有利益的过去甲现在看的角度无共款，或者是讲每一个人看的角度嘛拢无共款。亲像讲咱讲即个咧恋爱中间的人啦吼，咱会用一句话来形容讲吼，情人的眼中吼出西施啦吼，有即种的倾向吼，也是讲即种别人可能眼中看起来着普通普通吼，但是吼，伊就感觉讲足好诶安尼吼。或者是讲咱讲囡仔吼，足爱食迄个 ice cream 吼，冰淇淋。你若互伊食吼，你就看伊讲吼，伊目神安尼足圆足安尼啦吼。大人诶可能感觉着无啥货吼。每一摆我若有朋友对台湾来踮伫阮兜，阮拢会去准备即个Häagen-Dazs 诶，即个 ice cream 吼，原因是安尼吼，台湾人真爱，而且台湾足贵诶吼，足贵诶，所以每一摆伫迄个咧有 coupon 诶时阵，阮就会去买一寡放伫咧冰箱诶，就若摕出来吼，就看着朋友安尼面顶悬拢有光啦吼。保罗捌甲即个哥林多教会信徒安尼提醒，讲凡事拢通行，但毋是拢有利益；凡事拢通行，但毋是拢造就人。所以无论什么人，拢毋通求家己的利益，着爱求别人的利益。即个无求家己的利益，会通讲是保罗互哥林多教会上重要的教示提醒之一。哥林多前书13章，咱所讲到即个疼的教示，即个中间也有讲到无求家己的利益。真侪人甲人中间的问题，其实拢出伫遮啦吼。伫中国人的思想的中间，讲到人若无为着家己吼，天也灭咱啦吼。也无怪即种的思想、即种的文化，甲基督教的信仰有足大的差别。咱先莫来讲什么是利益啦吼，就是讲上基本的追求家己的利益，还是讲追求别人的利益，即个有足大的差别吼。伫咱的信仰，基督教信仰的教导内底，非常清楚来讲，耶稣伫山顶的教示中间，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你讲着讲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受土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受土地。也伫第7节的中间也有讲到，就是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就是迄种看到人的需要，看到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比家己较重要。这伫保罗伊有进一步对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这长老来勉励，伊安尼讲着讲。我凡事甲恁，互恁做即个模样，叫恁着爱知影，用有一个适当的方式来对遮劳苦需要帮助的人，着爱纪念主耶稣讲的话，互人的比甲人摕较有福气。这是伫《使徒行传》20章35节所记载的。这打破迄种一般社会的价值观念。基督教信仰毋是干那为着要求家己的利益，而且是爱搁较进一步知影要去分享上帝所赏赐的福分。伫哈巴谷书嘛有相款的提醒甲教示，伊讲着财富是无可靠的。
咱之前捌讲到这个财产还是讲遗产的问题，真大多数伫即项的代志顶悬会出问题。其实咱若准来思考讲遗产，应该是讲厝年的长辈所要留互后代的一个祝福。但是咱若看新闻啊，摕出来看报告，还是讲咱即个足侪的家庭拢共款。即个好哪亲像毋是祝福，是一种的咒诅，因为规个家庭为着这来相争不得安宁啦而且毋但安尼尔，这好哪亲像一种的家庭剧本啦一代搁演过一代安尼，因为有样学样啦看见迄个亲人反目成仇啦为着财产无尊重家族中间的长辈啦也是讲侪侪问题拢安尼来发生安尼菲律宾书甲咱讲，为着基督的缘故，将这本地认为有利益的，甲当作安那是无利益的。其实要安尼做其实是足困难的一旦会通安尼的有即种价值观的观念的人，迄种的人生就安那，就真快迄种的人生就真快。因为当咱将基督当作咱的至宝的时阵，就算是经济财务顶悬无比人较济，但是咱却会当活出真富足的款式啦为着追求迄个上好的祝福、上有利益的，这是啥物诶？对基督教信仰来讲，这就是基督。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到11节，真清楚安尼甲咱提醒。伊讲不但是安尼，我将万项事看做是有损害的，因为我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我认为伊做至宝。为着伊，我若损失一切当作粪扫，我的目的就是要赢着基督，来得着基督，来完全甲伊结连，无搁再有迄种因为遵守律法的有的即个义，还是咱讲的假义我即马所存的义，是因为信基督来有的，是上帝所赏赐的，用神做根基。我只有渴望认捌基督，体验伊搁我的大快乐，分担伊的苦难，经历伊的死，也毋望我家己会当对死来过活。所以对保罗来讲，这个是上重要的有利益的所在。为着主，咱会通来追求人的利益，无追求家己的利益愿咱会通成做好的见证主来帮助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2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哈巴谷书第2章第1到5节，腓立比书3章7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益处。什么是有益处？当然，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就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在不同的时期在看的时候也会不一样，不同的价值观。例如，我们会说用来形容一对谈恋爱的人，他们彼此的看法，我们会说情人眼中出西施，有这样的倾向。那可能在其他的人来说，哎呦，就长得普通而已可是对恋爱中的人，他们就觉得不一样或是说我们说小孩子他很喜欢冰淇淋，那可能大人会说这就没什么可是当你看到小孩子在吃冰淇淋的时候，那种满足他们非常的高兴。有一些机会，就台湾的朋友会来家里住，来拜访。那我们通常都会准备Häagen-Dazs 的 ice cream 在家里面。原因是因为台湾非常贵，台湾人也很喜欢
那我们每次都在看到有 coupon 的时候，我们就会买了一些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每看到这个朋友来到我们这边，然后打开冰箱拿出黑根达斯给他们吃的时候，他们那种满足的脸色，还有那个朋友就马上拍照，然后传给台湾的这个亲人朋友看，去炫耀一下那样子的满足当然我们在这边我觉得，哎呀，这个就没什么保罗曾经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好像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最重要的教导之一。哥林多前书13章所谓的爱的真谛里面也提到了这一句话，不求自己的益处。许多人与人的问题都出现在这里。其实我们看中国的一个传统思想当中流行的一句话，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是跟基督教信仰完全相违背的一种文化。我们先不谈论到益处这个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先谈论到保罗的所提醒的教导，在基本上的就是追求自己的或是追求别人的，其实这个就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了许多时候我们人们总是想说要追求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去追求别人有益处的事情呢？基督的教导非常清楚，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土地。那另外一个地方在山上宝训里面，他有讲到怜悯人的有福了，怜悯人的。保罗对这样的教导，他有进一步的诠释。在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会面的时候勉励他们，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的概念打破了社会的这种传统价值观。基督教的信仰强调的不是只有为自己求得益处，而是要懂得去分享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些福分。哈巴谷书也提到了这样的概念，他说财富是不可靠的。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关于财富遗产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家庭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遗产呢其实是长辈希望留给下一代的祝福，但是从事实面来看，大多数的家庭到最后这个遗产就变成咒诅。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全家闹得不得安宁并且有一些因为遗产的问题就家人反目然后甚至有一些因为这个对财产的看法不一样，然后就不尊重家中的长辈，许许多多的这种问题就衍生而出。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要把认为有益处的当作亏损。这个蛮符合这个财产上面的想法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这样子的纷争就产生了，所以要把它当成亏损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一旦人能够这样子去看的时候，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时候，他的人生观就变成海阔天空了。也因为把基督当成至宝，即便是经济财务上比不上人，但是却过得非常富足的
样子，因为已经追求了那上好的赐福，就是有益处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保罗的教导。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8到11节非常清楚地提醒了我们，他说，不止这样，我更把万事看作亏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损失了一切，当作垃圾为了要赢得基督。这一节非常重要哈。然后第9节他说，完全与他连结，我不再有那种因遵守法律而有的义，我现在有的义是因信基督而有的，因信称义哈。那是上帝所赐的，我以信为根据信义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分担他的苦难，经历他的死，希望我自己能够从死里复活。保罗表达的基督是他一生当中最自保、最有益处的事情，要活出有基督的生命。他的苦难其实就是从那个需要者的身上的苦难来分担他的苦难，就是看到别人有益有需要的地方，看重别人的益处而不是自己的益处。这个是很困难，但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当中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